现代台语版圣经但以理书第9章，米底亚人阿哈随鲁的囝大流士统治巴比伦国第1年，就是伊做王的元年。我但以理伫经典读到上主启示先知耶利米关系耶路撒冷为荒废70年的记载。我就向主上帝祈祷，恳求禁食、穿满衫、产媳妇，对伊求问这个事。我向上主我的上帝祈祷，认罪讲：主啊，你是至大通敬畏的上帝，守约是慈爱予所有听你、遵行你诫命的人。阮有犯罪、行不义的事，做歹。背叛你的诫命甲规例，你的仆人正先知捌奉你的名对阮的君王、官长、祖先甲全国人民讲话，毋过阮拢无听叹。主啊，你是公义的，阮这犹太人、耶路撒冷住民，以及互你赶去行近逐国的以色列人民。对古早到现在，拢共款自此见效，因为阮背逆你。上主啊，阮甲阮的君王、官长、祖先有得罪你，直到满面见效。毋过，虽然阮背叛你，毋听你的话，无顺趁你通过你的仆人正先知对阮宣布的律法。主阮的上帝，你要求充满慈爱，搁一直赦免阮。阮所有的以色列人有违反你的律法，骗你，毋听叹你的话，所以你的仆人摩西的律法所记载的咒诅，甲上帝立誓要降的灾祸，就摒伫阮身上。阮实在有得罪你。你有实现你对阮甲统治阮的官长所讲警戒的话，予大灾祸临到阮。耶路撒冷受到的是天下无一个城市捌拄到的灾难。你予摩西律法所记载的灾祸，拢临到阮身上。毋过，阮竟然无恳求上主，阮的上帝施恩。互阮活转身离开罪恶，明白你信实的话。对安尼，上主决意予灾祸临到阮，因为上主阮的上帝的所做拢是公义。毋过，阮无听叹你的话。主阮的上帝，你捌用大权能的手，带你的子民脱离埃及。伫迄时，你就显出甲今仔日共款的名声。毋过，到今阮还得犯罪做歹。主啊，求你照你的公义，无互你极大的受气，搁临到这个城，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，因为耶路撒冷甲你的子民，为着阮甲阮的祖先的罪过，受周围的人凌辱。阮的上帝，求你阿乐听你的仆人的祈祷恳求。主啊，求你因为你家己的缘故，看顾你荒废的圣所。我的上帝啊，求你按耳孔听你仆人的祈祷，开你的目睭看阮遐个趴远的土地，以及用你的名建立的城。阮向你祈祷，毋是靠家己的好行为，是因为你丰富的慈悲怜悯。主啊，求你听；主啊，求你赦免；主啊，求你采取行动。我的上帝，求你为着你家己的缘故，毋通延迟，因为这个城、这的子民拢是你的。我继续讲话祈祷，承认我甲我的同胞以色列的罪，
为着我的上帝的圣山，向上主，我的上帝恳求。我拄咧祈祷的时，拄则伫异象中看见迄位加比列，大约伫显下方济的时，真紧爬来我遮。伊甲我解说讲：但以理，我现在来是要互你完全明白。你开始祈祷的时，上帝就命令我来甲你讲：你是上帝所疼的人。所以着注意即个信息，了解即个异象。上帝为着你的同胞甲圣城指定一段时间，就是70礼拜。迄时，恁无过背叛，罪得到赦免，罪过得到撤销，永远的公义开始实践，异象甲预言得到应验。搁再甲至圣所抹油，所以你着清楚了解，对下令重建耶路撒冷到受抹油选立的领袖出现，即中间着有7礼拜，搁经过62礼拜，耶路撒冷以及伊的街路甲河沟，画伫橄榄的中间重建完成。62礼拜过了，受抹油选立的领袖未受剪除，无人煞接伊。后来有一个王会带军队来毁灭这个城甲圣所，伊的结局会亲像大水冲来，阁会有战争，最后逐世界拢变做拍远。伊会伫1礼拜内甲真侪人结盟，伫1礼拜的一半禁止人向上帝献祭甲奉献礼物，搁将可恶为造成毁灭的物踩伫圣殿，直到指定的结局实现伫迄个毁灭者身上。